来看团结中心打造3出专心为囡仔来制作的布袋戏，佮专工邀请儿童剧团来陪伴创作，提供因甲小朋友互动的经验哦。办讲互愈侪囡仔嘛爱看布袋戏，了解布袋戏的趣味。虎爷新手修炼300档，足样的，讲家己就是万兽之王，非常厉害，认为家己应该会使进入仙班，无想着讲叫人分配去细细土地公庙实习，互伊非常痛苦。我的名叫做李金海，做海的，海了啊，李金海，不是啊，内底拍我。台顶搬布袋戏，互囡仔看了笑嗨嗨。负责演出的是来自云林的金婚人格掌中剧团。剧团在民国64年创立，团到今已经第2代，是团长李金业的花。为着要互囡仔爱看布袋戏，李金业也特别和团结中心合作，打造一个属于儿童的布袋戏剧。其实上介重要就是咱要安怎，互囡仔会当接受。因为咱伫外台戏，伫一般大人看的，就是咱设定，就是大人看有的嘛。啊，比如讲我伫其中内底就，哎呦，恁祖妈来哩咯，是毋是安尼囡仔就会模仿？团结中心自旧年推广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推广计划，今年加3个优秀的剧本摕来做演出，由3个布袋戏团推出来专心制作的儿童布袋戏。团结中心也特别邀请长期咧做儿童剧场的武达幼儿剧团来做技术的指导。我们等于是第一个看到这出戏的观众，然后我们可以回应说，我们看到有什么感觉？我们觉得哪些部分可能这个比较不适合孩童的一些笑话或者玩笑。团结中心表示，这3出的儿童布袋戏自6月23到25，伫咧台湾戏剧中心就通看到。另外，第2届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推广计划嘛已经启动啊。团结中心希望会当继续透过剧本的精选，通鼓励更较侪优秀的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